的是他。叶广啊，你怎么会来啊？我来找徐启章同学。徐启章吗？他不在。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的吗？不用了，谢谢你。叶广，谢谢。叶广，哎，同学，哎，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对，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他找我吗？很急哦。好。哎，这边啊，哎，不好意思，啊，有没有怎样？没关系。哦，不好意思。哦，我的话。哎，陈俊威，老师说什么啊？等一下啊。陈俊威。哎，叶广，徐章，怎么会这样啊？刚沾到了。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来。走，你去前面换。好，谢谢。怎么办？完蛋了啦！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这么大片，你干嘛？交换裤子啊，你穿我的，不然怎么办？你转过去了？干嘛？你害羞？我不习惯了。好了，你快去吧。可是我很紧张哎。不要紧张，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可以的。好。 So as you can see, the students in Haicheng are full of passion and energy. I have to say, your school is reall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me around. It's my honor, sir. By the way,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s your principal? I have some question to ask about to provide me some idea and many things actually because I'm really amazed. About that part, Sir, Yes, please. from my perspective, I reckon our school shoul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way of develop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re, so as they will be abl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s early as possible. That's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It's my pleasure. wonderful. This way, that way. 叶广，是学长，你不错嘛，难怪大家都说你是我的接班人。希望不是虚有其表，自己加油。会努力的，谢谢学长。哎，你红茶小天使又来了。就算没那么完美，也值得一直往前。真羡慕你，有自己的小天使。你一定也会有的啦。你事情真的很多哎，而且都应付得来。而且你爸要给你一个新任务，要你选学生会长，你这样真的应付得过来吗？有计划就没问题喽。好，好了，不聊这个了，我们现在整理资料吧。好啊。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
需要先帮你点餐吗？不用，谢谢。好，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谢谢。待会就帮你冰敷。好啊。你来啊？啊，你怎么又迟到了？还好吧？不是来了吗？这是我们菜单，需要帮你介绍吗？不用，谢谢。谢谢。好。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哪里？口红，自己送我的，你还记得吗？哦，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怎么又来这里啊？这也很好啊，那也太贵了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可以啊，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我不饿。好，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跟这个。这么多，你吃得完吗？当然，还要点个这个。啊？不好意思 ，Hello，Hello，Hello，我点餐。你要骗我？我没有骗你。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我骗你。那你现在就叫他滚。快走！我拜托你，快点走！不要再纠缠我了。干嘛啦？我哪位啊？这也店里的，怎样？怎样？所以呢？知道他怎样了？妈的，死渣男！你再不滚，我就叫警卫来啊！笑啊！来啊！笑啊！笑。喂，下去是啊。喂，等一下啦！喂，寄放蛋糕忘了拿了。我要去拆他的车，能跟我去吗？